最近这个视频呢，在全球热播。那么在香港呢，一个老婆婆手持一朵白花在街上走，都立刻被香港的警察给拦截了。警察呢，希望她把白花给放下。大批警务人员围住这个老人，如临大敌。可以说以前呢，香港100万人、200万人的大游行都搞过，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草木皆兵啊！香港人连基本的表达的自由都没有，举一朵白花什么都不说，什么标语都没有，这样都算是犯罪。大家看看香港已经变成什么样子？一国一制之后啊，香港可以说遍地都是白色恐怖或者是红色恐怖，基本上变成了独裁专制的中国的一部分，和中国大陆没什么两样了。係企開少少啊，唔該，係啦，你可以麻煩企開少少 ，FMC 嗰過嚟幫幫手。後面嗰啲要褪後先，有位喐㗎，唔該，喐啊！後面嗰啲喐啊，唔該，唔該晒。